向警告早，欢迎收看今仔日3月30日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一开始，咱来关心桃园福清单市的东非人熊是对倒位来的。早暗新竹的绿福村有发出声明，承认这是对因兜走出去的。绿福村有向社会大众回示的，因讲兽医咧协助救这只钓枪的人熊的时，发现结扎的空喙，也就是生肉拔起来空喙，甲因园区的人熊要共，确认这是因兜的。今仔日会关园区清查数量，嘛会出发相关的人员。伫下暝10点半，嘛会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我们现在身处于狒狒区，然后旁边的话，其实我们在进出的时候，这边都有电网。那不管是左右两边，甚至地上的部分，我们都有安置电网。东非狒狒伫咧外口4月走时阵，本来一直讲园区内面的狒狒拢无减少的绿福村2号案发盗窃的声明，承认这只逃走的狒狒是园区内面的，讲兽医伫咧协助救治的过程，发现这只狒狒身躯顶进前空喙的甜尖，跟园区内面的狒狒特征同款。验估因为协助警方侦办时阵，无法度及时联络园区说明，并且解释讲一开始讲无减少，是因为狒狒区的防护措施无异常，再加上数量正侪无法度算。即马已经关闭动物园区，清查动物的数量，也会听取相关人员。因若到底是谁人请哪人来，抑阁叫伊开枪，警方抑阁伫咧调查。通知农业局抓到这只狒狒时阵，已经调枪，要啊死亡，引起批评。市长张建仁讲会检讨建立 SOP。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过程会充分去检讨啊，如果需要建立更完善的 SOP， 我们也会来改进。因若狒狒尸体离到进行解剖，林务局讲死亡原因会伫咧地检署同意了公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咱总统蔡英文伫昨昏出发去访问友邦，拄则总统是已经到美国纽约，是由新的 AIT 的主席罗森伯格甲咱驻美国的代表萧美琴同齐去机场接机。总统蔡英文出国访问过境美国，因为有风声当地中国人会发动抗议。咱的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伊袂烦恼，因为纽约的警方拢有掌握。吴钊燮是讲，中国大概拢欢迎过度，咱做一个民主国家，甲其他国家正常来往来，这是真事常的代志。若总统到纽约了后，已经先到饭店，和咱台湾的侨胞见面，会开60桌同齐食饭，按算有真千人会去参加。明仔载，咱总统蔡英文会去美国的智库哈德逊研究院接受全球领袖长嘛会发表演说。经过3年外，总统蔡英文阁出国去访问友邦。总统出发进前特别强调，咱台湾要走向世界的决心是愈来愈坚定。即马总统蔡英文是已经到美国的纽约，接下来伊会去访问友邦瓜地马拉甲贝里斯。等来时嘛过境美国的洛杉矶，伫洛杉矶的时会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受到疫情的影响，隔3冬外，总统蔡英文阁一摆出访，而到启动民主会判强英之路，伫同机场发表行政的讲话，强调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只会愈坚定。外来的压力不会阻挠我们走向世界的决心，我们冷静、自信，不屈服、不挑衅。台湾会坚定地走在自由民主的道路上，走向世界。专机飞起嚟了后，空军是派4架 F-16盘飞护送总统。蔡总统是透过机顶的公布，亲身证实会过境美国纽约和洛杉矶。这摆10天9暝的行程，暗算伫台湾时间30个半暝3点到纽约。蔡总统会接受智库的颁奖和演讲。4月初1到友邦瓜地马拉，4月初3到贝里斯，4月初5过境美国洛杉矶。蔡总统会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麦卡锡见面，嘛会伫雷军图书馆演讲。暗算4月初1登来到台湾。不过蔡总统出访进前，中国国台办强调，若蔡英文和麦卡锡见面，就是严重违反一中原则，一定会采取措施坚决回击。美国国务院亚太组卿康达嘛临时延后，针对发布外籍记者做的蔡总统过境简报。白宫的国安会是搁一摆讲，这摆出访毋是官方访问，无安排美国官员和蔡英文来见面。这摆专机是采用真悬的防疫规格，访团的成员伫咧机顶拢爱挂喙安，这位嘛拢让几啊个。另外，防疫隔离嘛有一区，若有人身体无爽快，就当刷到遮。这有加起来嘛有便所，而且有专职的机组员。记者综合报道。
继续关心屏东的受刑人杜俊伟27日时，探去外家的农场做自主作业的时，煞偷选去。昨昏尾阿嬷伫屏东的火车头，伊已经互抓着。啊，那伊脱逃的这3天，嘛犯下3件的窃案。趁天还未光，乌多摆牵你就走。伫咧高雄甲屏东2个所在走路的屏东受刑人杜俊伟，离到尾暗伫咧屏东火车站头前被抓着。6点10分，你看走进来了。离到透早，杜俊伟挂喙暗到屏东火车站头前一间乌多摆托运行，要甲偷牵来乌多摆载到台中。尾暗6点，过来店内问讲乌多摆行出去啊未？店员发现怪怪，赶紧报警。他说这台车行出去后嘞，寄出去都没有。我说阿北应该离总店那边，然后他回头就走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我同事说那个要停车，那个警察还在不在？叫他马上通知他们同事来抓人。杜俊伟伫咧协力农场工作时阵，因为甲农场的员工起冤家相拍，甲对方拍着伤，偷开车逃走。尾个偷摕一块汽车的车牌，甲2台乌多摆走路，至少犯3件窃案。专案小组动员500人次的警力，地毯式的搜查，总算抓着人。都是从屏东地区往返高雄，两地在逃窜。那也在高雄的楠梓地区发生自撞车祸，并且盗窃机车代步。由于途径受刑人那另设有脱逃罪、伤害罪，以及在逃亡期间，另外有多起的窃盗机车案件。那这部分将另外由检察官那依法加以侦办。屏东地检署讲，将会调查杜俊伟伫咧逃亡期间所犯的案件深受强犯，先后就直接甲人送看守所。记者综合报道。当这关心天气，今仔日有一撮较弱的锋面会通过，东北季风嘛会增强，北部、中部甲东部水汽拢会增加。咱同齐来看温度。今仔日北部、东北部会落阵雨，落雨范围嘛变较宽。中部、华东到外岛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所在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今仔日的温度和昨昏是差不多的，只是讲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伫北部甲东北部日时的高温有变较低淡薄啊，大约是22度至24度。其他的所在今仔日高温是较悬，是28度至32度，是感觉较烧热。也毋过早暗同款是温度较低，会感觉较凉，低温大约是17度至21度。嘛要提醒乡亲，早暗要出外就爱加套一领衫。甲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保土卫国大作战，除了做兵要延长一冬，即马是风声讲警政署嘛拍算要成立保密总队，专门要负责维护电厂、油库、水库、机场，这是咱国家重要的基础设施。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是表示，目前政府正在讨论。另外，民进党的立委昨昏嘛有召开记者会，替警察争取福利，呼吁警政署爱检讨警察勤务的加级。警政署表示有打算要提悬10公趴。来关心《中国时报》，今年的年初，咱台湾甲马祖之间的海底电缆线互搞断去，引起国安的危机。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虽提出电信管理法修正草案，即马加入破坏海底电缆造成灾害害人无命，上当是会被判无期徒刑，并可1亿的罚金。来关心《自由时报》。华东铁路双轨道电气化计划，环境差异的评估昨昏审查通过。环评委员敢若要求施工的时、甲营运的时，袂使用化学的除草剂，避免环境受到破坏。那未来双轨道开始运转，就会当缩短1.5钟的时间。来关心咱国内欠鸡卵，农委会嘛有向国外10个国家进口鸡卵。昨昏进口的头一批鸡卵是已经送到市面上开始卖，有澳洲的鸡卵，嘛有美国的鸡卵，有一盒10粒的，嘛有一盒12粒的。若算起来，算的差不多一斤是79块银。消费者是认为讲，这个价数较合理。货架顶悬真正有卵啊！伫台北市内乌的家乐福，透早9点开门。家丁都已经摆满冷冻的卵，这批是为澳洲进口的卵，一盒12粒，600公克的卖79块，700公克的卖89块。有民众前一天看到报道，透早就走来买，嘛有民众是来试试的尔，拄好就去互买着。我觉得有比较便宜啊，因为之前它10个就99了，或是150了，现在这样感觉有便宜，有感觉是赚到了。
会不会觉得买2盒限制就是太少了这样？不会，就够用了，一个家庭就够用了，知足常乐这样。对，留给别人了，很多人都需要。高乐福表示，进口的卵一个人上侪限制买2盒，避免有人透早来就扫了。咱若全年卖是美国的进口卵，一盒10粒卖68块，嘛是一个人限制买2盒。透早开店，民众都约入来买。第二只有人已经真久拢买无卵啊，嘛有人讲外口的行情实在是买袂落。反正我现在变成买得到就 OK 了。多久没有带？快2个礼拜了。杂货店1盒卖到150，对，10颗，对，那时候我看到就有点买不下手。农委会表示，会持续扩大专案进口鸡卵到今年的年底，目前的规划4月份按算进口3500万粒，5月份进口7000万粒，希望在4月底市场的秩序会当稳定。我们确实还有一些鸡蛋的缺口，所以要把这样的缺口补足，那让市场回归正常的一个机制。那我们预估应该是在4月的下半旬。农委会讲，目前市场的乱象，一般的卵竟然比有处理过的细选卵还佫较贵，甚至有人开始乌白绑架。希望透过进口稳定供应量，豆豆恢复合理的市场机制。咱若注意单月中深头开始讲买鸡卵1盒65块，即马伫咧卖场的煞爱89块。业务处讲，主委讲的是一般唔免冰的卵的标准，咱若介绍较悬的是冷冻卵，规个过程拢爱冰咧，所以成本有较悬。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对7月初1开始，民众去大病院挂急诊的费用会变较贵。民众去医学中心挂急诊的，即马部分负担会改做750块，加上挂号费、药仔钱、利息、加的，一抓可能就要上1000块。健保部分负担原本规划4月份要予第一阶段门诊优惠基金部分负担调整成上路，不过伊个烦恼基金病人病情发展正紧，若照原先健保署规划，病院残疾甲减伤分期收费，恐惊引起医病关系紧张。支持就是说，在急诊的这个部分负担的收取用定额制，那公开透明，让民众都了解，在不同的层级的急诊的收费是不一样的。收集意见了后，健保署2月决定调整基金部分负担，无过用减伤分类做依据，改用病院残疾收钱。未来健保部分负担限制，亲像医学中心甲区域病院，伫一般药品部分相关负担上限是300，地区病院甲基层诊所维持无变。不过伫基金部分，医学中心收750，区域病院收400，地区病院甲基层诊所共款收150。因果是民众若到医学中心急诊，部分负担加上挂号费甲药费，恐惊超过1000块。医疗这方面原本就相对其他国家就比较便宜了，所以我觉得提高这一点点，我觉得还算 OK。有一点贵，但是听说健保很危险，所以可以接受。急诊还是高于门诊。但是倘若未来还有其他的医疗项目需要来有部分负担的这样一个收费新制的话，那是不是还是有符合这样的一个原则，需要一并纳入考量？除了去大病院基金费用变贵，外界烦恼偏乡地区医疗资源欠缺，高价值可能就一间病院无诊所用分期收费，恐惊亲像强迫起价。我们也会鼓励当地的这一些诊所啦或者是说就这一家的医院，这家区域级以上医院去开设假日的这一个门诊。健保署指出，针对健保部分负担限制，按算4月有过7月上路，另外检验检查部分负担，等第2阶段才个上路。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天主教宗方济各是已经86岁啊，昨昏因为肺部感染无爽快去住院，目前是已经排除伊去挖着新冠肺炎，嘛因为伊有血啊，所以会先住院治疗。梵蒂冈伫29案发声明，讲86岁教宗方济各过去几天伤过困难，到病院检查了发现是肺部感染，会带入去罗马一间病院治疗。发言人布鲁尼讲，教宗少年时阵捌开过刀，肺有切一块掉。新冠病毒的体检是阴性，不过这马大家伫咧关心方济各的身体敢有法度参加庆祝拜六从其主日开始就正无应嘅圣酒活动。Io lo amo. Proprio in macchina prima dicevamo, vabbè c'è il problema delle ginocchia, ma insomma vabbè con la testa c'è sta tutto, va bene. Manco ce lo sentiamo. Noi vogliamo Papa Francesco. Sì, che stia bene, che si rimetta e in bocca al lupo.
方志哥离高烈士伫咧参加活动时阵，身体看起来正正常。不过上车落车时阵，发现伊面是无啥好看，但是伊按照往常共款，伫圣保罗广场主持拜赛公开接见活动，进阿姨啊，并且向教导问好。布鲁尼讲，方志哥是阿根廷耶稣会士，伊感谢包括来自意大利主教会祈祷家祝福。美国总统拜登伫咧甲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见面的时阵，知影教宗的健康情形，也表达对这位亲爱朋友的关心。方志哥顶一面大意是2021年7月动结肠手术，伫病大10天。新冠病毒期间，并无听讲伊有确诊，不过伊脚踏夫无啥好，坐轮椅坐1年花。伊讲即马有较好，大部分拢是夜拐仔行。公司新闻5年编辑。来看这身白白的David雕像是文艺复兴时期正出名的石雕。伫美国有一间学校，咧甲学生囡仔小解这个作品的时，是引起家长的反对，认为讲伊脱目体无穿衫是失正的教材，落尾佫逼到学校的校长爱洗头路。这个消息传到意大利，当地人是感觉有够含。某专家即马是认为讲美感是艺术，甲失正艺刊做伙，安尼水准就较低啊。白色的雕像徛伫展览台面顶，这是文艺复兴时代有名艺术家画家米开朗基罗雕刻出来的作品大卫像，暂时说，予美国学生的家长认为是失正的教材。这个消息，互意大利人是拢惊一跳。Per me è simbolo di bellezza, è l'arte, quindi l'arte non si può giudicare come non è pornografia, è proprio arte, è bellezza, è un'altra cosa. Quindi. 美国非洲的塔拉赫斯高等学校向6年的学生介绍文艺复兴时代作品的时阵，展示大卫像的相片，受到3名家长抗议，其中2名认为学校无照有争议话题规定要求，提早通知家长要甲这款的课程。另外1名家长认为雕像身躯拢无穿衫是失正的教材，最后校长阁因为安尼避免失职。收藏这个雕像的意大利佛罗伦斯学院美术馆，就公开邀请校长甲家长。学生亲身去意大利参观雕像。You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nudity and pornography, and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same. And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lot of ignorance really in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not knowing the Bible, not knowing the history, not knowing the art history, and the entire Western culture. 根据了解，因发前期的学校是美国地区学校，由纳税人出钱赞助，予学生免纳学费，地当上课，所以就要完全独立伫当地学区外口运作。学校嘛规定，若是课程内底有争议，必须爱大声通知家长。外国媒体分析，欧洲社会普遍认为，美国因为社会愈来愈极端化，保守势力嘛伫各地使用对立的情绪，甚至互文化艺术受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影响，互人感觉不可思议。伫罗马美国学院的人文学教授马拉士东认为，这个状况就是美国文化意识战争的上新的案例，需要注意。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加密货币交易平台 FTX 的创办人弗瑞德，因为去年爆出破产的风波，被美国政府用诈欺甲几啊项罪名起诉。即马是佮爆出伊涉嫌用美金4000万去讹诈中国官员。这是1、2月的时阵，弗瑞德伫纽约要出庭的情形。伊今年31岁，用过捌是网络金融业真出名的人物。不过，因为伊创办的加密货币平台 FTX 伫去年底申请破产以来，包括用客户的存款去投资其他的事业，或者是做政治捐款，致使客户无法度领现金，防指控诈欺、甲洗钱等等10外个罪名。不过，弗瑞德到目前为止，拢讲伊是无罪的。Most market participants in the digital asset ecosystem have advanced surveillance techniques to prevent financial crimes for all digital assets, including stablecoins, conducting Know Your Customer policies and blockchain surveillance on all users and deposits and withdrawals through our platform. 外国媒体报道指出，在 FTX 发生倒大风波进前，弗瑞德为了要让中国政府解除冻结子公司的口罩，伊涉嫌甲当地至少一个官员讹诈，金额超过4000万的美金。若是所有防指控的罪名拢有成立，伊可能就要面临10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也在欧洲嘛传出金融业的问题，法国司法部所属的金融检察厅指控几啊间大型的银行涉及洗钱、诈欺、协助逃走税等等的罪行，
第一日分几啊路同步来搜查，包括兴业、甲汇丰等5间法国甲外商银行。法兰西24月青电视的报道讲，银行业去用指控甲好业存款户强无，由客户伫分股利进前，甲银行的股份买入来，分了后就随卖掉。透过这种方式来协助有钱的客户逃走税。美联社指出，因为涉案的存款户有德国人，所以即届拢总动员16个检察官内底，有6个是为德国考量的检察署来的。国际新闻，齐家仁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日本媒体 NHK 是报讲，包括日本在内的11个下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成员国，即卖已经决定要同意英国去参加。第31日时就会开会讨论这个案。总共英国顺利加入，就会成做第12个成员国。来关心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伊是表示已经传好势、准备好势，希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当去乌克兰访问。另外，针对俄罗斯拍乌克兰，美国即马是支持要设立一个专门审判俄罗斯的特别国际法庭。来关心捷克的总统帕维尔伫年初的时，拄宣调总统第一时间就和咱的总统蔡英文通电话，成做欧洲头一个和咱蔡总统通电话的头人。昨昏，伊阁对外强调讲，伊嘛愿意和咱蔡总统见面。伊阁讲两个人会当伫参加国际会议的时举办非正式的会谈。不过，伊目前并无拍算要来咱台湾访问的规划。那前总统马英九目前人是伫中国制作，伊昨昏是去参访南京大屠杀巨人纪念馆，向受害者献花致意。伊强调，历史袂使放袂记哩，爱自立自强，勇敢抵抗外口来的欺负甲压迫，嘛爱保持有仁爱心，唔通去侵略别人。伊是搁一届强调，两岸拢爱避免战争。穿深色西装、加黑色的裤带向南京大屠杀有男者献花致意。前总统马英九29早起参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有男同胞纪念馆，表示情绪受真大冲击，也有几摆后甜。从来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大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野兽般的行为。我们应该自立自强，让我们做到不受外族入侵的能力，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仁爱的心，不要去侵略别人。也搁伫纪念馆留微博写，历史绝对袂当袂记哩，强调爱勇敢抵抗外来欺凌，爱为学校教育做起。另外两岸问题，伊是呼吁两岸拢应该避战谋和。我觉得两岸都应该去避战。然后呢，去谋和，避免战争的发生，并且去研商如何来避免这个战争，因为一旦战争发生，没有其他任何事情可以弥补。马英九29下晡去武汉伫尾马甲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明辉会面。马英九强调，两岸少年人若用情甲交流，互相了解，两岸冲突发生几率就会愈低。30马英九会参访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这个所在。暗过就伫马英九访问中国，咱国防部公布2月29日，查到共计16架次4只共艦伫大海周边活动，共军有关继续了台。记者综合报道。3月29日是青年节，劳动部有公布一份调查，是显示去年青年平均的薪水月级是34000块，甲2020年比有加1700多块，若甲10年前比是加6600块。另外，劳动人力银行嘛公布一份少年家的调查，讲有22%的少年家户头内底是欠无钱，若这个比例是调查这5档来的新高。这位男性是咧做文书的工课，伊常咧操作电脑做资料，不时嘛会到整理公司内底的物件。伊读册是读文组的，去年才刚出业，已经感谢伫伊人生当中头一份在业工课。低薪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对，然后大家就会面对这个低薪的现状有点无力感。就我身边要找工作，其实都要花几个月这样。主要还是看科系啊，就是像如果是科技业的话，可能就比较缺人。面对万行朝起，薪水愈来愈薄。人力银行公布一份青年就业调查，显示有甲2成2的青年拢无存款，
这个比例是调查5年以来新高，尤其是伫通货膨胀甲生利息的冲击之下，存款是愈来愈少。离乡工作者又有外食费啊、房租要负担，其实累积存款的速度是相当缓慢的。那以这个存款数字来看，平均只有12.4万，这是降至5年新低。劳动部的调查显示，2022年青年平均薪资是34000块，甲2020年来比增加1700块，不过甲10年前来比，敢若增加要6600，尤其是想要转读的占3成2，原因是因为薪水甲福利无符合伊的期待。这种的有超过一半。你开出一个至少的合理的薪资为一个新进人员的起薪，不要是开一个那个跟行情完全不合的那个起薪，然后再来喊缺工，那就比较没有道理。虽然在疫情等候了后有活化就业市场，不过今年度头一场的基本工资小组会议，面对青年就业等等的议题，来参与的委员也是讲到欠工的问题。劳动部建议要以合理的薪水来吸引人才。也拿基本工资调整的幅度，要等第3季参考经济发展等等相关的数据，再来做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代替要公司化，那公司化过程即嘛是佫出现争议。代替的企业工会伫昨昏表示，行政院的主计总处无同意代替用3块土地来抵押1600亿的债务，根本就是无照当初时的协议照片照行。因讲若安尼是代替变做公司化了后，一成立就欠一堆小，安尼就会节省遐省，一定会影响到铁路的安全。总共伫4月70进前无得到善意的回应，因就要发起抗争，甚至罢工。我们不排除里面开放协商，但是现在政府里面的一个背信。代替企业工会29召开临时理事会，批评政府无照片照行。行政院主计总处无同意代替以3块地来偿还1600多亿的债务，要求代替要提出更较侪土地。但是工会指出，这无照当初时的承诺行，呛下要搁发起卖加班运动，甚至是罢工。之前跟交通部的协定是，公司挂牌必须债务归零。那如果要成立偿债基金的话，就是先前我们的共识，就是那3块沿线的土地去做一个偿债基金。所以说呢，过去的政策的亏损不应该背负在未来公司同仁的身上。4月10号之前，如果没有得到一些正确跟善意回应的话，我们就关闭协商大门，然后发动未来国定假日不加班。我们就随时会去启动，我们会随时会去研议。工会指出，社会对于代替公司化的期待是安全、服务甲改变体制，才有法度永续发展。那工会诉求无法度达成，公司拄成立就欠这么济效，根本无法度确保行车的安全。只要在1600亿负债在这家公司里面他会把所有的一些设备啦、人员啦、人流啦里面前面去做一些那精简的部分里面来讲话，相对应该这些的项目里面来讲话，绝对安全就会失焦了。28年不调整票价，我们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的一个负债的一个方向性里面要求来做未来公司做一个偿还的一个目标的情况下其实这是很为难的一件事情而已。记者参行政院指责，但是行政院方面并无提出回应。也那代替局是表示，对工会诉求已经有掌握甲了解。行政主计总处也有伫代替公司化推动汇报内底提出明确的意见，会继续研究共识，希望圆满处理。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去年2022年交通事故是造成3000多人死亡，这个数字是创下10年来的新高。其中伫内底共有394个人是过路人，因为出车祸死亡的。那过路人出车祸，共有16000多人是重伤。算的平均，每天有47个过路人伫咱台湾的车路出车祸。那每10万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这个数字，甲先进步的国家比起来是超过8倍。过路人行甲袂安心，到底是为什么呢？车无要让人的问题上严重。很多时候他们开得太快，如果一个闪失一偏一点就撞到人，那个风险很大。车会让人过无？一半车袂。啊袂吼，我也要过啊吼，伊也袂让我，我会讲笨蛇。人行道行过伊，或者是互点头打占用，甚至电箱、汽机车拢会出现伫人行道。搁较侪路是甚至连人行道拢无，亲像安尼囡仔下课行伫路边的状况，全台拢看到。违规停车搁互问题搁较严重。因为这里
你是黄线的时候还是可以临停嘛。那有的家长就会停在这边等学校的小朋友上车。那你知道车子一停，可能停到这边来了，那小朋友走过来的时候都要绕了一大圈才过来，所以有时候是真的蛮危险的啦。到底为什么这么多路拢无进行道呢？新稻乡公路设计规范汽车本位，所以无规划进行道。另外，市区道路设计是依照内政部营建署的规定，已经修法要求主次要道路应该设1.5公尺宽进行道，12公尺以下道路进行道也系比0.9公尺较宽。不过这只是规定。我要求要设，但是不设的有没有法则？没有。所以我们目前正在针对法令的这个部分，看看能不能有相关的法则，能够要求你。如果违反我们的设计标准的时候，看看有没有相关的法则。除了欠缺强制规范，台湾的道路设计也需要一套典范。精简计划编400多页，要做都市人文交通规划。过路人的彩条线较扣一点啊，当发车到路口也看较清楚，也有亲像安尼，原本正下路树电箱拢伫进行道，看甲轮椅也通过。不过经费因定拢有限。全台都市计划区的路有1万多公里，不过4年来只做500多公里。记者综合报道。云林伊乌扣水池有云林日月潭的水名，本地呢这个所在是甘蔗园，因为地层陷落，所以海水倒灌定饮水。为着要改善饮水这个问题，才甲这改做扣水池。经过真侪档的整治，即马有真侪大鸟会飞来这生团。若根据最近上新的统计，伫这个所在有超过10种的鸟仔类。若即阵3月份至4月份，当是欣赏大鸟上好的时机。几若只鸭自由自在伫水面游来游去，有罕见的白冠鸡嘛来倒闹热。云林口湖的伊五口水池，竟伫水甲人鹅乐。清气的环境嘛，请真侪大鸟来生团，甚至有人甲这合作云林日月潭，是在地重要的观光景点。那一天短短的时间就观测到至少7、8种鸟，也有黑面琵鹭、高跷鸻、苍鹭、白鹭，还有就是反嘴鸻。像这样的一个鸟况啊，我们应该让更多的国人知道。伊五口水池本来是一片甘蔗园，不过当地地层下陷严重，海水倒灌。2013年改建做扣水池，解决旧年欠水问题，嘛打造出一个蓝地生态。大鸟自由飞，陆地对轻柔的风摇来喊去，看过去就若像一巴图。若民众休假介意来行搭，连电影大户 Plus 也捌特别来遮出境。志宏池除了说可以从我们游客中心这边租借脚踏车去环湖1圈之外，甚至如果你们自己有那个望远镜，其实可以带来。赏鸟也是一种非常棒的很悠闲的一种活动哈，也希望游客在这个环湖或者在赏鸟的过程里面，进而去关注到生态对环境的重要。对欣赏大鸟有兴趣的民众，3月到4月是上适合的时机。会当来伊有扣水池一抓，现场有超过10种鸟类通观察。若是想要接近大自然，嘛通向游客中心坐脚踏车，就会当体验到一场生态小旅行。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欠鸡卵，要爱鸡卵，阁有一步。这是新竹竹北有一间鸡寮，头家是开放予朋友，逐个月纳500块的营养费，会当认养2只鸡。安尼逐个月这2只鸡就会生出60粒鸡卵。30外平的鸡条，每一只鸡看起来营养拢袂歹。原来一开始有朋友送10只鸡予主人饲，尾仔主人饲出兴趣，愈饲愈济，上济时有70只。规期招朋友，大家人逐月日出500块，领养2只鸡啊。基本上每天现采现剪呐，所以这个很健康，就安全有保障嘛，然后蛮划算的啦。每个人出个饲料钱就两只鸡500块啊，一个月60颗蛋啊，等于一只鸡30颗。最近市民欠鸡卵，当初是有领养鸡的人，这阵啊拢真欢喜，因为逐工拢食会到鸡卵，个人想要领养更较侪只。很多啊，我叫他们买鸡来，我帮他养。现在订要7月底才有鸡啊。主人讲，目前3个月大的鸡啊，平均卖220块，只要饲6个月左右，就会逐工煮卵。不过即马市场上想要买鸡仔囝
吸食拢有困难。记者刘君和新店报道。伫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科学博物馆，二八时是对外展览出澳洲人造肉公司甲4000年历史的长毛象金肉2倍质在 DNA 放入去羊仔的干细胞，做出一大碗的肉。那科学家即马在推动人造肉，是希望讲透过人造肉来减少畜牧业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希望安尼会当放慢全世界全球暖化。这个为实验室内底做出来的人造长毛象肉丸仔，公开这个时阵，舞台顶出现真奇怪音乐声。虽然过无几天，就是4月初1愚人节。不过，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强调讲，这个产品绝对不是咧为荷兰的。因摕到会当公开的长毛象 DNA 了后，才为伊生态上的亲戚，也就是非洲象的 DNA， 甲欠缺的数列补起来。了后，才把这个 DNA 的数列放入去羊的干细胞内底，复制出200亿个细胞。才做出来这个长毛象的肉丸仔。科学家把这个真大粒的肉丸仔放伫烘箱内底豆豆烘，了后再用火鸡把表面烘甲赤，然后气味写款。现场大概是乌人拄白人，因为这个已经有4000年历史的2倍质，人若食落腹肚底了后，敢有安全，还搁爱做测试。不过煮这个肉丸仔的科学家讲，这个肉丸仔味道甲烤鱼肉是差不多。We won't eat the mammoth meatball right now. And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can't eat it, but because this protein is literally 4,000 years old, we haven't seen it for a very, very long time. It means that we would want to put it through seriously rigorous testing like we do with any product that we want to bring to market. 荷兰阿姆斯特丹科学博物馆，但是这个人造的长毛象肉丸仔，另外一个意义是为着要凸显食肉甲气候变迁的关联性。联合国粮食甲农业组织的资料显示，从1960年代初期以来，已经成长要1倍。然后人类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内底，畜牧业就占14.5%。估计到2050年，肉品的消费量会增加7成。科学家当地拍拼想要用人造肉或者是食物肉等等的产品来改变这个趋势。这间澳洲人造肉公司的创办人讲，伊承认家己无法度食素食较真清，不过伊伫雪梨开的这间新创公司，并不是要阻挡大家食肉，是要让大家有更较好的选择，让大家接受伫实验室内底制造出来的2倍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台湾南非有举办阿嬷世界杯的卡球赛，是当地时代组队伍来拼输赢。讲是讲比赛，也毋过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时代爱加以运动。嘛发现讲踢卡球了后，这阿嬷身体拢变勇健。若南非附近的国家即马有样看样，嘛开始咧推广老大人踢卡球。穿红色阿嬷想要传球，虽然互人砸落来，毋过依然输出绝招，要甲对手拼到底。被叫做阿嬷卡球世界杯阿嬷国际卡球锦标赛，伫南非林婆婆省正式展开。南非的瓦科古拉队是由55岁以上的妇女组成。瓦科古拉是南非的从国语，意思就是阿嬷。I'm so excited because the people who we're playing against, they seem to be younger than us, and they are having speed. So as long as they beat us 3-2, we are going there. We are going to beat them. 较袂少老人共款受身体退化困扰，有5个孙仔66岁阿嬷弗罗拉，过去严重的关节炎，毋过伊破病了后开始踢脚球，想要到互伊病情转好，免阁靠止痛药啊，甚至更加健康，睡眠品质也更较好。At this age, at my age, I think if I was not in this sport, I should have been confined in a wheelchair. 队伍当中，未少年岁较大妇女拢照脚球运动，改善身体状况，免阁靠药物。瓦科古拉队成立伫2007年，目的是增加当地年岁较大妇女的健康。这场4天的比赛是因所主办，吸来自美国、法国等国，总共32队队伍来拼场。We love it. It means so much to us. It's a community, makes us healthy, and we know that they want that same thing. So we are so excited to be here to meet all the people in Africa. 公司新闻张如明编译。
来关心荷兰，因为野生猫仔这款保育类的动物，正介意伫铁基路下骹挖坑来做收，这是造成铁基路有落雨的风险。即卖就真正有2个所在，问题是严重甲连货车拢袂得过，拢爱停驶。目前即卖当地想办法，甲这猫仔生出来，送去别位，安尼才通来修理铁基路。这种身躯鱼鳞鳞、面有乌白条纹的欧洲狗獾，生做正古锥。荷兰界列做保育类的野生动物，不过最近因火火车慢分正严重，因为因正爱伫咧铁基仔路边仔做秀，和铁基仔路可能会落落去。The problem of the digging badgers in the environment of tracks is a real problem because of the safety, so we have to remove them from the tracks. 要安怎甲野生獾赶走？工作人员先用仪器伫咧铁路顶扫描，确定倒一寡路段下骹有被挖空去，然后设法甲这寡獾自洞内面给省出来，送到其他所在安置。这段期间，铁路交通将会被迫停来。当局宣布，荷兰南部自登博斯到恩和芬2座城市之間的火車停駛1禮拜，旅客改坐公車。How long it's going to take to remove the badgers from the railway to the other spot, we don't know exactly. Badgers don't read papers or instructions and so on, so they will go on their own way. We have to wait for that. 荷兰铁路公司讲，野生獾赶走了，将会伫咧铁基路边啊踩金属柄，互因无法度搁再登去铁基路边啊做秀。欧洲狗獾伫咧荷兰北境要绝种，即马数量有慢慢增加。当局估计影响铁路安全的狗獾的数有40个，要甲因重新安置也是一项大工程。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天气报道者来关心，今仔日有一撮较弱的风面会通过，加上东北季风有增强，所以北部、东北部会落阵雨。今仔日落雨范围嘛变较宽，亲像中部、花莲、台东甲外岛，今仔日嘛有局部短暂阵雨。若其他所在是侪云到好天。明仔载各地雨水就会较减少啊，大部分拢会恢复侪云好天的天气，只剩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咱同时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是26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8度，上悬32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有28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3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新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